耶稣爱我，我知明。请曾老师。亲爱的姊妹，大家平安。真欢喜中秋节到，咱有真侪亲人拢对外地倒来。咱伫今仔日个礼拜有真侪久无见面的兄弟姊妹。愿上帝即个节期，不但互咱亲人相见面，主耶稣的疼充满伫咱的家庭。主耶稣的疼真奇妙，耶稣的疼真正奇妙。愿咱伫今仔日个礼拜，咱不但是读圣经，咱会当通过咱伫圣经内底的默想，对咱的人生有新的智慧，有新的看见，也有新的领受。咱要领受主耶稣基督的疼进前，我要邀请咱搁一摆，咱当心来祈祷。至圣的上帝，你是疼的源头，愿做组织伫你的教会。阮知影，做你的囝儿，毋是干那听道理。苦苦咧修这个圣经的教示，甲这规矩，安尼定定。主，你要互阮伫手上伫你的话，这个过程，阮的生命真做一个有价值，搁再真正是行伫光明中间的人生。愿主耶稣你的疼真做大关联，互每一个欠缺气力、孤单、心内有看路落苦的人，主啊，你用你的疼来医治阮、投放阮，也坚固阮。我们要学习主你的话，我们恳求天父上帝你的圣神，互今仔日个礼拜听讲道，毋是干那一种的道理，是真正伫阮也要听道理进前，主耶稣你的疼，亲像日出的光，照阮的内心，互阮伫你的帮助中间，真做有气力的基督徒，互阮的家庭也因为疼来充满幸福。愿伫你的面前安尼恳求祈祷，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耶稣听过我知明，这是圣诗397首。这首诗对咱来讲是圣诗，但是对伫欧洲、美国的教会，这条诗歌就亲像咱咧讲的童谣。伫教会主日大汉的囡仔，因会细汉，伫主日唱这条歌，因的父母常常嘛教因这条歌。我要甲咱讲一个故事，这个牧师的名叫做 Karl Barth， 伊是一个瑞士的哲学家。伊的爸爸本身就是一个神学的教授，所以这个囡仔伫细汉就是信仰的中间来大汉。这个牧师是我一生中间非常尊敬，也得到真大的帮助。我读伊的册，我看伊的传记，我读伊的册，其中有一本册叫做《什么是福音》，福音的神学。迄本册对我伫神学院就读，起初读无，但是一直读到今仔日，我上少读5摆以上。这本册充满真侪伊对信仰的栽培。这个人伊的思想非常的完整佮深，但是当伊到76岁时有一届受美国教会邀请，伊对瑞士到伫美国的芝加哥，伫一间叫做洛克菲勒的礼拜堂，伊伫遐讲道，伫遐演讲。迄届演讲了后，有一寡少年的神学院的学生、少年囡仔甲伊讲：“牧师，你一世人写太侪册，阮读都读袂了，后妈妈伊无一定读有。你敢知影？伊敢若写一本叫做《教会的教义》，教会教义就是咧讲起信仰系统化，一条一条，什么叫做救恩，什么叫做因信称义，什么叫做救赎，伊一项一项，伊总共你敢知写几本？13本，我一本都无读。”我甲遐个学生共款，伊讲牧师，你莫请阮读你的册，你的册遐尼济，我太读会了。敢会通拜托牧师，你用足简单的一句话，甲阮讲你一生伫信仰内底，你感觉上重要的关键字。这个是这新学生真投机取巧了。其实我嘛有这个个性，因为我去美国读册的时阵，英语毋是咱的母语啊。人喺美国囡仔咧读册，咻。你还没狠狠的几十页就读了啊！你敢知影我几十页，干那要查字典，要查单字，都要查到天光到天暗啊！我上帝讲，主啊，安尼就袂负气啊！主啊，你帮助我，赏赐我智慧，我很快，我一看到拢看到关键字。兄弟，这新学生因就有这个感觉是讲，要册读较来就变过去啊！这个76岁的老牧师。足幽默。我到即摆听到迄个故事的时阵，我有想象一个图片，一个老牧师听到一阵囡仔真较无要知影讲人生中间智慧什么是啥，所以这个牧师
我感觉，当我听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当看到一个老阿公，就是亲像我的阿公、我的爸爸，因咧讲遐道理给我听的时候，因的目睭会发光。卡巴就是当时甲这个囡仔讲，可以，敢要当用一句话甲我讲你一生的信仰。卡巴就讲可以，伊无讲道理，伊嘛无讲答案，会讲我唱一条歌互你听，迄条歌是我细汉了咧学白的时，我的妈妈就唱这条歌互我听。耶稣听我知命，因为记载伫圣经，细汉囡仔虽能乱足，耶稣得救有退休。一条诗歌陪这个囡仔一世人，到伊死的时阵，伊讲这个故事。我咧回想今仔日我要甲咱分享这个故事，这条故事到底互我有心种的感动，会通有价值甲兄弟姊妹讲这条诗歌咧。这个故事到底伊会重要伫什么所在？当这个老牧师伊讲，我写无数的册，有真多世人预言我的册做教科书，读都读拢袂了。但是伊讲，伫我一生咧回顾，我哪会当互我只有一句话，要断开进前，最后甲我的囡仔讲一句话，我应该甲伊讲啥物？伊讲我对耶稣一世人就是听，我知影耶稣听我知影耶稣听我。亲爱的弟姊妹，你有享受到耶稣的听吗？迄个感觉是怎样？所以，弟姊妹，今仔牧师要邀请咱，第一，为你的人生祈祷，听会改变一个人的人生。但是我要甲咱分享讲，我甲我哥哥咧讲话时，伊甲我讲，听怎样一个影响一个囡仔？你敢知影听有偌大的力量？咱唔知，咱刚才听圣经、念圣诗，知耶稣听我知命。但是真正迄个影响大家的道理，有当时咱讲袂清楚。兄弟姊妹，讲袂清楚不要紧，互耶稣讲，互圣经讲。你只要甲你的囡仔唱歌，你将这个儿歌、将圣诗、将你人生中感觉上帝的关系，讲互你的囡仔听。所以当今仔日我咧甲咱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当想象，这个故事是我听到的，不是我对文字看到的。我当想象有一个老牧师，伊当伊咧甲我讲起伊的一生，这条诗歌怎样背一生。当伊咧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伊的目睭会发光。亲爱兄弟姊妹，若互耶稣听过的人，伊咧讲到耶稣的事，伊就讲我爱耶稣。伊讲我的妈妈甲我讲耶稣听我的 ，yes， 确实是安尼。所以兄弟姊妹，你做基督徒，敢有这种肯定？要甲你的囡仔讲，是耶稣是咱的家族最大的祝福。兄弟姊妹，我咱伫今仔日的礼拜，这个真做你的故事，也真做你甲你的囡仔的故事。我要鼓励兄弟姊妹，咱听足济讲道，不如听一条圣诗。有当时一条诗歌圣诗，陪一个人一世人，比牧师100篇的讲道更较有影响力。因为迄条圣诗是用祈祷写的，迄条圣诗背后有看袂到的上帝的天使咧唱互咱听。愿天父上帝甲咱三角地带，耶稣的听，上帝的听，毋是道理，而是一种的画面。当一个人对内心领受一个听、被爱的感觉，恋爱互人冒真心啦吼！咧恋爱时拢看袂到边仔的人，恁敢有这种感觉？我唔知呢，唔知有人捌无恋爱过就结婚嘛？所以兄弟姊妹，恋爱滋味互人看无身边的人，只有独独因两个人的世界。边仔无论外人外吵，因好亲像无受教教。耶稣的听是啥物？耶稣的听毋是干那白纸黑字写伫圣经。圣经讲上帝圣神将主耶稣基督的听关押伫咱的内心。圣神将上帝的听，亲像拍鼓共款，拍着咱的心，咱的心就噗噗跳。咱的心来互听过了后，咱的生命有改变。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咱毋是干那听到一个卡巴的牧师伊的讲道片，这个牧师影响全世界非常的大，甚至嘛影响到我的老师。顶礼拜我甲恁讲一个牧师，我的老师虽然无教着我，但是我台南新南医的前院长叫做宋传前牧师，你会记我甲伊讲伊的故事吗？
宋传圣牧师到后来倒来过第二摆倒来台湾做新人院院长的时，后来伊去到玉山新人院帮助玉山新人院的新的教育。伫遐伊带玉山新人院所有的院长老师做伙读卡巴的最后所写的一本册，叫做《福音是什么》。伊的册名叫做《福音的神学》、《福音道论》、《福音是什么》。就亲像今仔这条诗歌，伊讲福音就是耶稣听我知明。我今仔牧师甲恁分享的，毋是讲道，是一个邀请，是一个提醒。当恁知影讲，这条圣诗会当帮助卡巴特，愿恁知影，恁若伫你的厝内念这条圣诗，上帝圣神运行伫你的厝内。人甲人中间讲话都无距离，人劝勉人都有大大的亏欠。因为当咱讲耶稣听咱的时阵，上帝圣神就将这个力量变做上帝的亏欠，伫你的人生中间，耶稣的听会互人生命全然无同款。兄弟姊妹，你的生命敢已经因为耶稣基督的听，你的人生改变了。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成做你生命人生的分水岭。伫今仔日的礼拜，牧师甲咱讲，耶稣听我知明，毋是干那知尔。愿耶稣的听，成做你一生最大改变的亏欠。你甲讲，耶稣，你为我死伫十字架顶悬，我愿意为你来活。对今仔日开始，我一生为着你来活。耶稣的听，互人无共款。有一个故事咧，讲起耶稣，伊惊新者，互一个青眉人看见。后来有真侪人为难这个青眉人，因为这个青眉人，这个青眉是一个犹太人。因为犹太人有真侪长老、有经学师、有这大祭司，这个人对耶稣真看轻，伊感觉耶稣较会当做这种代志，所以这个长老就把这个青眉人叫来，伫礼拜当中甲伊讲，耶稣是罪人啊，好人啊，歹人。这个青眉，伊安怎回答？伊讲：我毋知耶稣到底是啥物人，但是我知影这项代志。我要未拄到耶稣以前，我是青眉人。但是当我得罪耶稣了后，我目睭伫咧看到。兄弟姊妹，可能咱对耶稣的认识，各人嘛拢无共款，因为咱信耶稣的时间长短无共款。嘛，毋是讲信耶稣愈久的人就愈捌耶稣，无一定。圣经讲，先行的无一定先到，对无？在前的将要在后。人爱用心灵的目睭，才会当看到真正的耶稣。伊讲我前是青眉，大家已经看到。咱遮的人拢无青眉的人，但是伫信仰上有可能咱有误区、有盲点，你有感觉无？在咱的人生中间，咱无一定听讲道，咱就会明白。100个听讲道，100个人可能有无共款的解说。兄弟姊妹，愿上帝圣神帮助咱，开咱的目睭，就像今仔故事讲：前我是青眉，但我已经看见；前我是草鱼人的，今仔我看见；前我是摆开，我有听道理，但是我无法度活出道理，我无法度照信仰来行。主你今仔日的礼拜，主你帮助我，耶稣，我知影。你对我一生何等的重要！所听的姊妹，上帝祝福你的家庭，祝福你的一生，互你对无能为力的代志顶悬，主耶稣为着你排解。愿咱的主耶稣用伊的听丰富咱的人生、咱的婚姻、咱的家庭、咱的亲子关系。愿主耶稣嘛用伊的听，互你成做伫这个世间中间一个真要紧的角色，就是将主的听带到逐所在。有一个祈祷书叫做和平，互我做你和平的子儿。圣华兰西斯伊的祷告词，使我做你和平之子，在憎恨之处洒落你的爱，在黑暗当中洒落你的光明。太水的祈祷书，主啊，互我做你听的使者，伫冤家的所在，当我行到的时阵，我手牵因的手，互因和好。主要说，这不是我会当做，是主你家己做。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今仔日的礼拜，亲爱的姊妹，咱的生命改变，好听，改变咱甲人的关系，咱甲父母的关系，咱甲囝儿的关系，咱甲翁仔某
夫妻的关系，甚至兄弟姊妹的关系。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互你的人生无共款，听真侪你的笑容，听真侪你心中的满足，听真侪你心中有一种的荷尔蒙，叫做压力荷尔蒙。人若拄到危险的代志，拢会产生肾上素，有无？肾上激素会高涨。咱敢知影肾上激素？你敢知影？人若拄到危险的时机，中间伫人的脑的内底会产生某一种的激素，压力的荷尔蒙。近代的科学、精神科医生，包括我的哥哥，伊是脑神经医学的专家，会甲我讲听，会当互人的压力激素降低，听会当互人的前额叶。人的脑部有成熟的发展，当人的脑才会健康了后，人就有欠少焦虑症、忧郁症的可能性。所以，兄弟姊妹，圣经无甲咱讲甲遮复杂，但是圣经甲咱讲，爱就成全了律法，你会记无？听互咱的生命健康，听互咱的品格，咱的情绪。咱的信仰，叫做我的信仰。愿伫今仔日的礼拜，上帝伊无甲你讲话，但是上帝将伊的听放伫你的心内。兄弟姊妹就这样简单。愿天父上帝免通过解说帮助咱。今仔日这个故事，我要甲兄弟姊妹讲，卡巴特伊有一个足福气，伊的妈妈是一个信仰足好的老母。所以兄弟姊妹，你以为囡仔买当叫做卡巴特？你讲我现在可能改名叫做卡巴特嘞，唔免。我的意思就是讲，你的囡仔嘛会当叫做遮尔有智慧，伫个一生中间有成熟，也享受个一生到最后的人生的路尾。讲我的一生拢是幸福，因为耶稣对我细汉到大汉，耶稣就是我听我知影。所以兄弟姊妹，咱的教会咧注重就是儿童主日学、沙漠主日学。当囡仔开始咧爬，也未晓会行路，跑来教会，伫教会内底，伫这个所在，互囡仔做伙成长大汉，毋是干那牧师陪恁的囡仔。兄弟姊妹，上较有影响力的，就是恁家己，家己的囡仔，家己教，好唔好？愿意嘛？当然，你会当讲牧师，你甲我斗相共，牧师当然欢喜甲咱斗相共，但是所听的兄弟姊妹。上帝将养育的权柄放伫什么人的手中？父母的手中。愿咱伫主的面前，咱甲主讲：主啊，今仔日的圣经对我讲什么种智慧的话？第一，愿咱每一个人亲像今仔日的故事，你真正担着耶稣的滋味。以后你唱这场耶稣听我知名，因为记载伫圣经，细汉囡仔虽软弱，耶稣得救有体上。当你以后唱到这首诗歌的时候，唔是干那念你目睭安尼，你亲像下狗，干那目睭咧看圣诗的歌词，是真侪咱以后若看到这首圣诗的时候，你着目睭开，但是大声背起来。安美姐，你的阿嬷是一个唔是唱圣诗的人，但是你的阿嬷是一个逐条圣诗拢背起来的人。所以兄弟姊妹。有什么人背圣诗比背圣经较认真？所以兄弟姊妹，安美一个阿嬷是一个唔捌字的人呢，但是伊伫细汉伫教会出入，伊学着一种的文字叫做罗马字。100年前的阿婆，无啥机会通受教育，但是这个阿婆伫大城教会读着白话字了，伊竟然有法度通过白话字，甲逐首的圣诗拢背起来。我亲目睭看到，当时伊若来，拢坐伫中场的后壁迄位。但是逐礼拜伊若早来，暗暝前早来，伊坐伫礼拜堂中间，嘴拢咬咬念，咧念啥？咧念诗歌，念伊所唱的圣诗。亲爱兄弟姊妹，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有一项道理写伫圣经，互耶稣听过一个学生叫做约翰，伊讲耶稣听我。
上帝会听阮的心情，阮知影，阮嘛相信。我毋是干那知影，我嘛相信，我嘛体会，我嘛领受。逢听过的人，一世人会记得。愿天父上帝听咱众人，亲像伊的宝贝囝。今仔日圣经第1节，诗篇103篇13节，伊讲老爸听囝，上帝嘛安亲像安尼。老爸听囝，上帝听咱比老爸听囝更较亲。上帝听义人，上帝怜悯伊的囝子。所以，兄弟姊妹，咱何德何能？我们不配，但是咱会当甲主祷讲，主听我更较济，更较深，用你的听改变我的人生。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互咱听到保罗所讲。我捌伊，我深信；我捌伊，我深信；我捌上帝，我深信。我若见人愿意祈祷，伊就接纳我，交托伊的。兄弟姊妹，如果你的家庭最近也有遇到艰难的，无论是事业，无论是人的所拄到心理的问题，如果咱无法度解决的代志，用这节的圣经祈祷讲：主，我深信。我交托你的，你的确照顾伊。愿天父上帝帮助咱，通过祈祷咱的人生有瓦靠。老爸怎样怜悯的囝子，摇花嘛怜悯敬畏伊的人。所听的姊妹，上帝听超过世间的父母，世间的父母会听，总是人会听。但是上帝讲，恁听恁的囝子，我敢无听恁亲像老爸听囝子嘛？所以，兄弟姊妹，愿咱今仔日的礼拜，上帝不但将这句话甲你讲，上帝甲你讲，伫每一日，伫每一时刻，我要陪伴你。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人生的中间，今仔日的礼拜，有2项的祈祷。第一，主愿你用你的听，我的生命无共款；主愿你用你的听，我的生命无共款。第二个祈祷是啥物？第二个祈祷，咱甲主祷讲。主求你帮助我，互我真正感受，真清楚知影你的听是何等的甘甜，你的听是何等的甘甜。愿天父上帝将伊的听放伫咱的人生中间，互咱享受，无孤单，无委屈，无受气，有平静温柔的心，甲咱撒甲伫地。耶稣的听怎样当互咱改变？我拄则有甲咱分享这个青梅人讲，耶稣是甚物人，我唔知影，因为我头一摆见到伊，我以前毋捌听伊讲道，我嘛捌拄着伊，我头一摆拄着伊，耶稣是甚物人，我唔知影，但是我知影一项，伊何等的奇妙，伊当花手伫我的目睭，我的目睭可能都会通看见，伊若花手伫我的心，我的心都扑扑跳。所以，你姊妹，耶稣就是这种的耶稣。伊毋是传说的，伊毋是故事内底人物，伊是古早伫咧，今日伫咧，将来嘛永远伫咧。这个主耶稣，伊的名叫做以马内利，伊的名叫做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的意思就是伊甲你相甲伫咧。所以，你姊妹，咱就今仔日个礼拜，咱明白一项代志。你讲牧师啊，你莫阁讲道，我听你唱歌，我听就好，亲像卡巴特。你若听牧师唱歌，你会感觉讲足歹听，因为烧声有当时人诶音域阁无共款，音质嘛无共款。但是若有天使将伊诶听唱互咱听，所以听你姊妹，信仰毋是种财物，信仰伊是开人诶目睭。伊讲前我是青梅，当我看见，知影是啥物意思？知影伫圣经叫做欧伊达，这个字伫圣经的原文就是讲完完全全、充足足足的理解能力，完整的洞察力。伫新约的中间，这个字就是这种的特别的智慧。恁会记得牧师捌读以赛亚11章第2节，互恁听讲上帝圣经踮伫伊的内底，迄节圣经6项的改变，恁会记迄节圣经无？上帝圣经就踮伫伊内底，伊安那？
伊有智慧的灵，伊有聪明的灵，伊有判策略的灵，伊有能力的灵，伊有财帛的灵，佮有敬畏耶和华的灵。所听的姊妹，上帝圣神也伫咱的内底，咱有充充足足，有一个真完整咱的生命属灵的智慧。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安尼祈祷讲：亲爱的圣神帮助我，牧师所讲的讲道有感动着我，但是我唔知影我是毋是会通领受这种的稳定。牧师今仔日的讲道有感动我想要成做一个有智慧的人，我想要成做一个有属灵的目睭，我会当知影我的信仰对我的一生有偌尼重要。我唔是干那要知影，我要真正享受这个信仰，但是我唔知影我敢做会到。兄弟姊妹，机会来啊！你若感觉做袂到，你甲上帝圣神祷告，主啊帮助我，求圣神帮助我，互我真正知影也牧师所讲的道理是真正圣经内底福音的应允，不但互恁知影，也愿恁伫人生中间对头到尾，好不好？对少年到年老，一生享受主耶稣基督所赏赐你。上帝为着听伊的人所备办的，如今长存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就是爱。愿主耶稣会听甲你撒开笔的。拄则牧师甲恁讲知影这个字，伊记载伫以弗所书第1章18节，伊讲上帝照明人的目睭，上帝亲手用光照人的头前的路，脚前的灯，路前的光，迄个光一照落，人就知头前的景致，人知伊头前的路。伊讲，互人知影两项代志：第一，上帝的经调，上帝的好调来对我，来对我。第一，互人知影讲，军队耶稣的人是何等的幸福有望望。第二，知影什么？上帝所要留互咱的财产，伫这个所在讲，上帝为着所有的圣徒所准备的基业，基业就是属天的财产啊，天人的财产。基业的意思就是上帝为着世间人所备办，老年甲密迄个应允的代表。伫旧约叫做迦南地，伫新约叫做上帝国。这两个图像是同款。上帝为着世间人所准备的，就是一个乐园，是一个幸福，是一个平安的所在。耶稣的学生问伊讲：上帝国伫什么所在？亲爱的兄弟姊妹，恁会记得耶稣安怎甲伊回答吗？耶稣讲：上帝国要踮伫恁的心内，上帝的圣神要将迄个幸福放伫你的心内。你要看见上帝，你要得到上帝圣神天国的充满。你的边仔人要讲叫你叫做天公仔囝，圣经讲人要称恁做上帝的囝儿。兄弟姊妹，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甲主祷告，主，互我用心知，互我用我生命灵魂来领受你所赏赐我属灵的智慧，互我捌你，互我亲信。所听的姊妹，做祈祷，做经历；无祈祷，无经历。咱甲主祷告，主，我将我一生交托你。主，我将我头前要行的道路交托你。少年人将你的婚姻交托我上帝，少年人将你的事业交代给你的上帝。当你也唔知你将来要行对一个头路，要行对一条路，你要选择行什么种的一生，你的生涯规划，什么人是你上好参详的对象？圣灵、圣神。所听教会的青年，甲上帝参详。何去何从？甲你的将来，比甲恁的父母参详更加重要。我毋是看见恁爸爸妈妈的教育程度，毋是，因为恁的父母嘛是肉体之躯，亲像我。但是上帝是一个活命的起头。所听的你姊妹，愿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伊将伊的能力，拄则牧师甲咱讲以赛亚6章第1章第2节。上帝赏赐6种的圣神同在的气力，智慧的气力、聪明的气力、策略的气力、能力的气力、
财物的亏待是啥？就是讲你读就了解啦。有真侪人读足侪册，但是无一定理解。但是知识的灵就是讲，当知识拍开伫你的目睭前，你一目了然。有个人气死人，伊安尼凊彩读的，逐个班上拢第一名。我伫高雄中学有一个我的同学，伊后来读台大医学院。这个人足奇怪，咱逐个人啊3个半暝啊补习补一堆，伊也无咧补习啊。但是足奇怪，就伊安尼读，我袂使讲伊凊彩读的，安尼无公平。但是知识的灵就是互咱若读圣经来了解，有个人读圣经就拄久嘛。我们需要有神知识的灵，还有上重要敬畏的心。敬畏甲谦卑是两支锁匙，拍开上帝圣殿的两支足要紧的锁匙。若无敬畏上帝的心，无法度入上帝的门。都只有敬畏上帝的心的人，伊才有法度入去上帝的至圣所。就是甲上界内底迄个圣洁的这段，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互咱深知耶稣听咱。我要甲咱讲，耶稣听咱的时候会啥物改变？兄弟姊妹，你的囡仔若伫听的中间大汉，牧师要甲恁讲，在爱中长大的孩子，伊比较乐观，大家人拢会晓讲这句话。但是咱无一定亲像脑神经科医生，咱无亲像精神科医生、心理学医师，咱嘛无亲像迄个教育者，就是咧真知影人的人格发展的这个生命发展的几个阶段。这礼拜喜乐60周年，伫中岛阮做伙食饭，我的哥哥坐伫我的边啊，阮咧聊天的中间，伊甲我讲，伊讲阿兄，你敢知影红个对什么时阵开始就有一个自我的意识？这你知无？你讲我该知。像我细汉什么时阵开始感觉我的存在，我嘛唔知影。我的哥哥是一个脑神经科，唔是脑神经科、精神科医生，唔是脑神经的，一个真要紧的发展迟缓的医生。伊唔是发展迟缓，是专门咧帮助遐发展迟缓的囡仔重新活化因的脑部发展。伊讲囡仔对6礼拜就开始有伊家己的感觉，伊开知了不起是读册尔。因做医生的人，因了解讲，一个红仔出世，伊即个头壳内底的脑是一生中间的1/4尔。呀，这你敢知影？红仔出世的时阵，伊的脑部只有伊原将来大人的时阵的1/4尔。伊伫前的1年半到2年，伊才慢慢大到这个脑80%。迄个时阵，人的脑是一个急速发展。当伊咧急速发展的时阵，外面的世界所有的音乐、所有的声音、所有的光线，拢有可能会刺激一个囡仔，伊成做伊的思考，甲伊人格发展。圣经无讲我遮复杂，但是通过科学，通过医生的帮助，咱会当知影耶稣的听，会当有偌大改变一个红仔啊！咱的教会嘛，毋是一个脑神经科诶真了解的教会，咱嘛毋是一个有精神真专长的心理学的辅导专家伫咱的中间。但是咱的教会知影讲圣经内底有一个囡仔叫做撒母尼，这撒母尼是伫圣殿大汉的，所以咱的教会真早就开始做一个叫做撒母尼的主日学，互囡仔伫教会大汉。我要鼓励所听兄弟姊妹，特别你若是担任教会主日学的老师，愿主耶稣基督会听，长长久久甲恁三甲伫地，互恁代替主耶稣来陪伴咱教会每一个囡仔大汉。咱的教会囡仔无拄拄伊的爸母甲伊做伙来教会，咱的教会嘛有一部分的囡仔伫拜六来，伫礼拜日来，其实伊的爸母毋是基督徒。但是囡仔若欢喜就问耶稣，我相信，因将来的生命是一个开始，幸福的开始。所以听的姊妹，听，互人的人格发展整全。其实细汉囡仔出世的时候，伊需要老母甲伊抱，伊所有的反应拢是咧甲伊的爸母做互动。
爱的抚摸，拍拍背膀，摸摸伊的嘴，摸摸伊的耳仔，迄个囡仔对伊的皮肤的接触，伊的生命才开始建立伊的人际关系。所以，你姊妹，愿上帝赏赐你的囡仔有健康的人格、品格，伊的生命的发展，唔是干那6礼拜出世，是伫妈妈的腹肚内，囡仔就开始有上帝祝福伫内底。因为圣经讲，我要搁伫妈妈的腹内，你就捌我。你会记这代表安尼写无？胎教，胎教唔是想象的。胎教是圣经的话，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也求天父上帝赏赐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只有开窍，开咱的心门，互咱有充足的智慧，咱会当认捌伊。我要讲3项代志，在爱中人格发展有真大的影响。人的品格、人的情绪，人不容易罹患忧郁症。真有可能伫伊童年的时阵，伊若拄到真充足的这种的亲子的关系，这个囡仔将来较不容易拄到躁郁症。那么来讲，启动这个囡仔若伫伊童年跟伫伊的青少年时期，伊会听有充足。伊讲最后的20趴伫人的前额叶，就是头壳壳这个所在有一个前额叶。伊讲伫青少年时期是前额叶。后发展脑部后发展的时期，伫个时阵，这个脑额叶的发展会影响到伊将来情绪的控管，会影响到伊的人格，会影响到伊控制、自我节制迄种的情绪控管的能力。简单讲一句话，爱就成全了律法。所听的姊妹，愿你的家庭，上帝用伊会听。充满你的家庭，无一个父母会听会当超过上帝，因为上帝会听，伊不但是官兵、圣洁，上帝会听，佫是一个永无主角。所以保罗讲，上帝会听，永远袂过长，有无？伊讲无人无对无代志，无定天顶地下，无任何代志会当过长上帝对我的听。罗马书第8章第38节、39节。愿天父上帝伊会听，充充足足，伫咱的人生。兄弟姊妹，咱来到这个教会，毋是要推人际关系安尼那点。咱伫这间教会的身份甲咱的角色，是要找上帝会听。上帝会听超过人际关系，好不好？无论心中的代志，咱用人会听来回应上帝会听，咱用人甲咱甲上帝听的关系来做伙起造这间教会。伫人甲人的中间的人际关系，若有无好势的中间，求上帝怜悯帮助咱，互伊会听伫咱的中间完全。求天父上帝帮助咱，因为上帝讲老爸怎样怜悯的囝儿，我耶和华嘛要怎样怜悯恁，也是安尼。圣经最后一句讲。也是安尼，求天父上帝将伊的听放伫咱的家族，听会当改变人，听互伊的生命改变。伊讲我毋知耶稣是啥物人，但是我知影一种的属性。以前我是青面，但是我即摆当看到。兄弟姊妹，以前我是一个愚戆的人，真钝，我无亲像真侪有智慧的人。伊安目睭足巧，人毋知影道理，安尼讲甲。喙角全破，所听的姊妹，咱无拄拄遐尔聪明，但是主若将伊的灵放伫咱的内底，咱的智慧够强所以保罗讲一项，当我的我无搁再是我，乃是耶稣伫我内面的我。愿这个主耶稣进入你的心，耶稣听我知命，毋是干那因为记载伫圣经。耶稣听我知命，因为我有感觉，愿这个主耶稣听甲你三角地底，毋是通过圣经的解说，是通过你的祈祷，这个主耶稣进入到你的生命中，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互咱真正经历真捌。主耶稣听圣经讲，何等的长阔
关心，何等的长阔高深！互咱知影耶稣的听是一个无保留的听。主耶稣，伊伫十字架顶悬讲的最后一句话，伊讲：主啊，赦免甲我钉十字架的人，因为因所做的，伊毋知。无人知影耶稣有啥物安尼祈祷，这个人真可恶。但是这句话影响一个人，就是最近伫美国，互人用枪甲拍死一个少年的意见领袖。恁有知迄个故事无？伊的名我无啥要讲。可可，伊的太太伫公开的表达伊失去丈夫的艰苦的时阵，伊照用耶稣这句话讲：主啊，赦免迄个甲我开枪拍死我的丈夫的迄个人，因为伊所在，伊所做的，伊毋知影。所听的姊妹，耶稣的听大到这种的程度，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咱毋是做一个打肿脸充胖子的人，是真正对咱的内心，主的听改变咱了后，咱的生命的质完全不同款。祝福咱没有虚假，爱里面没有惧怕，爱就成全了律法。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祈祷的根据，互阮甲历代的基督徒拢当明白耶稣基督的听是何等的长阔关心。花手祈祷，兄弟姊妹，为着你的生命脱胎换骨，为着你的生命享受主耶稣伫你的人生的中间来祈祷。主耶稣的听要彻底上互你的生命品格、人格发展、情绪管理，互你的所有的一切灵魂体，拢得到保全。活出耶稣基督是咱的使命。为耶稣基督来，我是每一个做基督徒。听讲道目的是要创啥？要互耶稣活伫咱的内底，敢毋是？所以兄弟姊妹要离开礼拜堂之前，牧师甲恁邀请，你为着你会当代表主耶稣行出这个门了后，你出去就代表主耶稣。人若看到你的时阵，会通看到金光闪闪，哦，主耶稣的灵吗？毋是讲笑的。当咱行出这个门了后，咱会当看到一个有平安、有笑容，咱的五官无改变，但是咱的气质、咱的生命有改变，好唔好？咱当心来祈祷。主求你帮助阮的教会活出你的听，主求你帮助阮的家庭活出你的听，主求你帮助阮深深享受、真实来领受。主耶稣，你用你的听改变阮的性情、心思意念，也甚至互阮的生命彻底上有主你的灵点伫阮的内底，互阮明白现在的我无搁再是我，乃是主耶稣基督点伫我内面的我就是基督。主，我毋敢夸口，当你若点伫阮的内面，阮真正就亲像你共款。我咱咧恳求基督，我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